乡路一阵西北风，害我买啥物也无路。压甲规身躯胆高高，也毋敢小叫，我惊伊胆无。乡乡路一阵西北风，不知这阵伊在倒。等待的滋味虽然艰苦，不甘放伊南雨，我甘愿等无。雨啊雨，敢会当慢车路，才袂来耽误阮爱的前途。车卡车，喇叭声无过路，害阮听无伊的脚步。爱情路毋惊艰苦，阮甘愿寂寞。因为有你通来我靠，无情予你敢看无，阮心肝连锁。我远我苦，牵手这步。在雨中为你拼命赶路，望你小心脚步，奈何时间像骨在锁。两步转做三步，无聊当作散步，若是爱情注定着分步。我放你用爱等路，你为我用心赶路，我放你用爱等路。你为我用心赶路。我是咧关心你呢，啊你哪唔买我笑的啦？七早八早就讲我死啊！啊，你唔是笑，我是笑啊！啊我，好，师傅吼，伊若搁咧困啊，现在大细声吼，快点啊，共吵起来。什么代志？咱出来去外口讲，吼。哎，对，安尼讲了对，咱出来外口讲。行好啊，安尼。好。你好诶。照安尼看起来，我讲即马嘛无可能分身搁去找乌柳的分票。对。北开无切，你毋是拢会晓看到阴魂是？唔是啊。那安尼，即马找乌柳分票的任务，就交互恁两个去完成。啊，师傅啊，你爱我去找鬼哦？是啊。师傅啊，要毋过我惊鬼呢，我无爱啦，我无爱啦。哎，二孙啊，咱是妖怪呢，哪有可能讲咱妖怪的人会惊鬼啦？这个话你也讲得出来？你若唔惊哦，你去啊！我是去互伊哦，行到破大去呢，我则不爱去的。八戒，即马只用要靠恁两个，啊你若无要去，谁要去咧？老三，我休困者啊，我行袂叮当啊啦。二孙啊，师傅叫咱两个出来找乌柳的阴魂都还未找到，哪会使休困的啦？你吼，迄光头白日吼，迄阴魂会用去创的，会用去比的，拢嘛比了了啊，哪有遐尔好找啦？歹找嘛，就爱找啦。啊，迄款哦破庙爱破厝，无人搞的山洞哦，怎我通找到乌柳的阴魂啊？知唔知？哎，迄尔歹找，啊是要找到当时啦。公公，二孙啊，啊来行一块路呀，你到底看点，坐多只休困。啊，你乌柳的阴魂敢怎了头前我你看呀？行啦，我无爱啦，要找哦，你家己去找，我无爱找啊。二孙啊，你唔去找哦，唔去找，我要等阿叔讲哦。你讲，我哪会唔敢？啊，无你就乖乖跟我来找啊！你搞清楚哦，我二叔兄呢？你敢给我危险哦？我惊你，我你好走慢走，来啊！你来啊！你来啊！你慢走，进来啊！我就相信你外点行就叮当，进来啊！睇咧，喂，你是目睭无眨，是目睭靠喇叭呢啊？歹势啦，好，歹势，什么歹势？喂，你什么意思哈？为什么要弄我输地哈？啥？啊，你讲啥？
我弄你输的，你讲对唔对？是伊甲我弄，不是我甲弄嘞。真的啦，你是咧拍啥哈？你拍，你就赢的哦。我偏偏要讲哦，是你弄我的输的，不是我的输的，甲你弄安怎？李叔呀，是我甲弄的无唔对，莫惊代志啦。点啦？安怎？你输的就承认啦，伊弄着我啦，你搁为啥物人讲？弄着就甲你弄着，无你是要安怎哈？安怎？爱赔医药费啦！你若别输，敢若食错哦，准啰嗦咧。那说你搁想要安怎？你也无着伤，我是安怎赔你药费啦？对，我钓的是内伤咧，对不对？对。无时间赔你偌济啦。看恁哦，也毋是偌好野的人啦，清彩啊，马虎，100两就好啦。100两？对。甲你弄一个都要赔100两哦，你安尼唔着得手啦哈？抢人伊搁要安怎？要哦，你着乖乖交出来，若无我就无客气了。乌龙报道，天下无敌。老三，我看吼，我100两借你，赔伊，咱莫甲伊计较吼。算你若8岁，若无，互屠杀我这个乌龙都扑落哦，你10条命嘛无够啦。李叔呀，看这个办事哦，应该土味了。李叔，你甲你强下来，莫插来，干拼。老三啊，话安尼讲是无对啦。要不过事干毋是叫咱去找河流的，迄件代志伊是较重要哦。咱若是第一只浪费时间，去耽误着去找河流的重任，安尼代志毋是搁较大条。所以哦，我想也是了钱过运。喂，你穿上好啊未哈？好啊啦。李叔呀，这摆听你的啦。安尼好啊。先讲啊，我无钱通用你哦。你讲啥？你无钱讨厌我？哎呀，李叔呀。孙兄弟做遐久啊我有钱无钱，你也毋是无了解啦。所以这条线哦，记在你的身上啊。哪来赔答？莫甲赔。你一困仔讲要赔，一困仔讲无爱赔，你甲我当作笑的哦。你本来就笑的啊！你找死啊！李叔呀，老三，我是。李叔呀，我的死啊！李叔呀，喂，别杀了！李叔呀，你别死啦！李叔呀，有老伙，安尼无上文。李叔呀，徛，无死啦，紧来，起来。老三，这是毋是阴气地府哈？为啥会这风景甲阳水拢共款？是咪你共款啦？你无死啦？我无死哦。嘿啦。老三，我拄则敢是叫人用刀安尼劈一刀，怎么才安尼啊？你是假啦！你看，你腹肚也无安怎啊？嘛是好啦。哎呦，真是的！我加载，揼你哦！李叔呀，乌龙岛原来是迄个咧叫屠杀的野鱼的。赶紧等下大叔啊报告。对，啥？鱼都安尼甲你扑落，结果只有血无伤。是啊，你看拢无伤痕的。奇怪，八戒，敢若是对方甲你讲算笑，又过半回你甲伊吓惊？哎呦，师傅啊，哪有可能啦？迄个上面哦，迄只屠杀是外人来摇摆，哪有可能讲举刀甲咱讲算笑啦？对不对？就是啊，伊一刀为我把刀安尼扑落哦，那分明就是爱我死嘛！哎呀，讲真笑呢。哦，那照你安尼讲起来，一定是你支乌龙刀有问题。对，一定是你支刀有问题。足烦的，过来，嘿。若是爱情注定着奔波，我放你用爱登路，你为我用心过路。足
还了过来。哎，何立伟，喂，可是有啥物代志？阿姆讲，哎，是讲啥啦？阿姆讲，叫你陪我四界去行行的啦。四界行行，啊，四界行行是啥意思？哎呦，你都莫搁假啊啦，行啦。等你啊！是咧笑啥？师傅啊，迄个臭查某是和你的查某朋友呢，大想啊，这摆啊，爆死啊！爆死啊！爆死啊！哎，查某囡仔散步够无聊啦。何六，啊？你牵我的手嘛？没，我这么嘻嘻吼吼。你哪参手高嘞？啊？嘿嘿，我本地就搞啊。啊？哎，这边头，我是甲你讲生笑啦。我是好溜，不是狗，我是好溜，不是狗。我不管你是何六还是高啦，我要等下甲阿姆讲。哼！安尼就生气啊！哪会受着？你气死！咦，袂呢？我若甲水蜜桃气好死哦，万一若是害因两个分开，到时互你若是走倒转来，我是要安怎陪一个女朋友咧？袂呢？爱想一个办，爱想一个办。拍七啦哦！等你，这我专门的啦，问我都忘掉啦。哎呦，你又莫多操蛋啦！你紧教我要安怎拍七啦？拍七啦哦，有10项撇步啦，这10项撇步若拢顶出去吼，无一个查某囡仔拍袂着啦。10项，多10项啊？这10项哦，就是1钱、2元、3水、4少年、5甲6胆、7皮、8面烂、9龟、15成。哎，二孙啊，二孙啊，哦，啊你讲甲咱喙角全破去，我听甲你雾煞煞咧，你嘛解说一下。好啊，我若唔讲哦，你拢唔捌啊。1钱哦，就是爱有钱啦。人哋咧讲吼，钱不是万能的，但是呢，没有钱哦，就是万万不能啦。哎，只要有钱哦，拍查某囡仔就足简单啦。哎，师妹弟啊，那照你安尼讲，安尼无钱唔通卖拍查某囡仔？无钱不要紧啊，有查某缘哦，都会用的啊。啊你拄我讲1钱、2元、3水、4少年，啊你的意思是讲哦，若无钱不要紧，爱有查囡仔缘，爱生做缘投，爱少年就对啦。啊，对啦，就是安尼啦。对啦，来，你看书，生到吼遮水，有查某囡仔缘，搁少年哦。虽然讲无钱啦，但毋过查某囡仔看到伊都难羞羞，大家拢想钱要嫁伊呢。对，八戒，你哪了别讲话，做过。哎，大师啊，啊大师啊，哎安尼我甲你看看吼，你这世人注定要做罗汉卡啦。哎，老三，你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啊来，借过来，哦，借过来，你看嘛，足办的啊！大师啊，你除了少年以外，无钱、无烟头、无查囡仔缘，二孙啊讲的你无半有啊，所以你这世人无可能娶某啊！哎呦，老三，你这黑白讲啥？我哪有要娶某？我是要替狐狸哦照顾七仔啦。同款啊，你一般的要顾妻仔嘛顾袂调。嘿，老三，啊你袂记了哟？还阁有5甲6胆、7皮、8面烂、9龟、15成，啊这步数还阁真多呢。哦，对，5甲6好胆，到底什么意思？你嘛讲来平衡一下。意思哦，就是爱大胆，爱开嘴讲我爱你。若是查某囡仔吼，唔肯答应吼，你用到面哦改皮，用贵的，用高正的，这步数拢顶出来吼，查某囡仔吼拢拍会着啊啦。啊，这尔啊济哦，好，比我72遍搁较困难呢。何你的衫哦，我拢补好啊啦。真多谢吼。你哪着大概拢遮尔客气咧？
就种吼，我目睭无看了后，我也无法度通撑针啦。啊，这几年来吼，实在是有你通来斗相共吼，我实足欢喜的。要若无吼，阮乌里的衫吼，差不多穿到敢若乞食咧。互你有趁的拢是艰苦穿啊，这衫会破吼是正常的啦。不过袂要紧哦，即摆衫啊，不管伊安怎破，我拢甲填甲好好好。阮乌里的吼，哪有亲像你这个遮尔好的牵手，伊毋知要偌好命咧。阿童啊，这个花送你。互你的，你送我？这就猪爸甲讲的啊，拍七仔哦，就爱送花啦。啊，我讲啥物？爱老，哈？爱老虎油？就是讲哦，我爱你。好你啊。乌里的啊，你送阿头这枝花是代表什么意思哈？哦，阿婆啊，这代表吼是河流的心意啦。水蜜桃啊，你是河流的查某朋友吼，伊吼这世人永远爱你哦。恁两个人一定要逐天吼，你过。所以哦，恁两个人吼一定要逐天吼拢讲爱老虎哟，啊你千万袂变心哦。袂啦，我要来变心咧。等你啊！乌里的啊，安娘吼，若说讲你无爱阿头咧，你若敢有介意吼，安娘来找一个风度给你，互恁缘分拜堂做红某吼。好，要办理事啊！真好，结婚真好，结婚真好。恰。北界毛姐，恁拄则是咧讲啥？为孙仔拢听无？叔啊，迄阿婆吼，已经决定吼，迄水蜜桃甲乌柳的哦，成亲啊呢。是真实的。当然嘛，请实的啊！以后阿头若嫁过来了吼，阿婆就有人照顾啊啦。对。恁想的这个办法哦，确实是真好。以后就算讲哦，乌柳无法度活起来，嘛有人通去照顾老夫人。师傅啊，我愈想愈唔对呢。何况还是倒位唔对。哎呀，拄则是我变到河流的身躯内面，伊若是无活起来，安尼谁要甲水蜜桃申请？当然是你啊！我若是甲水蜜桃申请，安尼我是毋是就爱甲水蜜桃生囝？安尼我一世人就爱徛咧遮做河流啊啦！哎呦，看咩？以后才真正的河流啦，伊的分配哦，来找无转来，安尼你要叫水蜜桃叫这个插头翁哦？哎，够你！人咧食米粉，你咧化烧，该烦恼你也袂烦恼，你是咧缀人欢喜啥啦？大孙啊，你规气做好了，嘛无啥唔好啊！你看有某通娶，有阿娘通疼，袂歹啊！嗨，你真正死肥你啊！你头脑真正无清楚呢。好，我来做河流，安尼想要来做孙悟空，报仇去西方取经啊！这哦。哎呦，靠山倒，靠人倒，叫恁两个去找哦，不哦，我家己去找较紧啊！嘿。阿娘，我总算要嫁予互你啊！你有欢喜无？阿头，互你有，这日阿妈，你哪来阮兜咧？是毋是有啥物代志？阿头，你有法度看到我，嘛有法度听到我的声声。当然的啊！你莫问我这么奇怪的问题。你莫我，互你有，你今仔日，你感觉怪怪啦？
乡路一阵西北雨，害我买啥物也无路。压甲规身躯胆高高，也毋敢小叫，我惊伊等无。雄雄倒一阵西北雨，不知这阵伊在倒。等待的滋味虽然艰苦，不甘放伊淡雨，我甘愿等无。雨啊雨，敢会当慢车路，才袂来耽误阮爱的前途。车踏车，喇叭声满过路，害阮听无伊的脚步。爱情路毋惊艰苦，阮甘愿寂寞。因为有你通来我靠，无情予你敢看无，阮心肝连锁。我远我苦，牵手这步。在雨中为你拼命赶路，望你小心脚步，奈何时间像骨在锁。两步准做三步，无聊当作散步，若是爱情注定着奔波。我放你用爱等路，你为我用心赶路，我放你用爱等路。你为我用心赶路。好友，你今仔日哪感觉怪怪啦？阿土，你明仔载就要嫁啊，对无？对啊，我是要嫁予你啊。你要嫁我？袂用的，你袂用嫁我，你明仔载绝对袂用嫁去阮兜的。好友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你叫我莫嫁？敢讲你袂相信我，真心要嫁去恁兜的？我相信，我叫你莫嫁，迄是因为我明仔载你就算嫁去阮兜，你就法度嫁着我的人，我就嫁着我的心。我都嫁着你的人，我都嫁着你的心。哎呦，你是咧讲啥啦？我来听拢无咧。好友，哪呢？阿土，我已经不是人，我是鬼。哪呢？我今下晡才按你倒转来时阵，你还阁好好啊？啊，你是当是死的？其实7天前，我都已经死了。 7天前，哪有可能？7天前，咱还阁逐工做伙的啊！甲你做伙的人不是我，伊是我的冤仇人。你是咧讲啥啦？我来听拢无。这件代志讲起来袂头长，我嘛唔知影讲要安怎甲你解释怎。总共一句，就是一个号做遮天大神孙悟空的人将我害死，伊即摆将我的身躯咧甲你做伙。遮天大神孙悟空，你是讲，即摆踮咧恁兜迄死的出家人，迄个高头高面的？ 哪样呢？这要哪有可能呢？阿土，敢讲你袂感觉奇怪？伊一直伫咧房间内底，特别我若出来的时阵，都无看到孙悟空。若看到孙悟空的时阵，我拢伫房间内底，对无？对，就是安尼。我嘛感觉足奇怪，为什么你若变到遮爱困？ 食饱闲闲，就变伫咧房间困。迄是因为孙悟空的魂魄，伊要转去家己的身躯内底，所以才将我的身躯放伫房间内。好了诶，你实在有够可怜的。我要替你来报仇。阿土，你怎么安尼做？你毋是因咧对手？我唔惊
惊，我甘愿用我的性命来甲因拼。阿桃，你袂当甲伊拼，你袂容易死。伊都已经死啊！我讲活伫这个世界有啥物路用呢？想不到讲你对我用情，竟然这么深。真可惜，我在生的时阵，无好好珍惜你。今麦想要反悔，已经袂好啊。妈，我要甲你报告一个好消息呢。啊，我嘛有一个好消息要甲你讲呢。你有好消息了？来，一个好势哈。啊，是啥物好消息？啊，我就先讲互我听。我这个好消息吼，经过我安尼几日咧无眠无日调查结果吼，我已经探查出乌龙岛下落呢。有影无？迄乌龙岛吼，伫咱顶庄一个叫土菜女魔吼的手中啊。安尼哦，啊有甲手断啊？啊，啊，我家己一个哪好着拄遐落魔啦。我想讲吼，要来招狐狸啊吼，就斗阵吼来将乌龙岛甲拖断安尼啊。狐狸有伫咧无？有啊，在内面。内面了。狐狸尾啊！狐狸尾啊！狐狸尾！八戒，姐，我记起来。王姐，即摆老夫人哦，咧叫乌柳啊，安尼大孙仔也袂转来，你赶紧出去甲应付一下。好。狐狸尾，啊土狗来，你咪紧起来。阿妈，哦，你话你困啊啦？还搁咧困哦？有。土狗啊，我还搁咧困啦，啊无你明仔载才过来啦。哦好。你搁食袂走？无你是打算要住偌久啊？我无好喏，是我吼老岁大诶，明仔载通去食喜酒啦。食喜酒？啊，你要食什么人喜酒啦？有影吼，我煞袂记咧甲你讲，是讲阮囝吼明仔载要娶某啦，你一定着爱来啦。你要娶某？狐狸若娶某，我准备头希望啊！狐狸是要娶倒个姑娘啊？是相亲还是家己拍？我哪拢毋捌听伊讲啊！叫阿桃，你敢毋知？阿桃，这位狐狸啊！狐狸，你甲阿桃啊！你困啊？明个一去啊！你甲啥无？我要找狐狸算账。我都甲你讲过啊，伊即摆人咧困咧，你若要找算账，明仔载再来找伊啦，吼。我不管你困啊不困啊，我要找算账。甲你讲别当就啦，别当就的啦。创啥你啊？我靠你困啊，明仔载再来啦。八戒，你赶紧起来啦！师傅啊，莫早啦，我加住一八戒，恁大孙仔人无伫，可即马阁有人要撞入来找狐狸啊！你阁有心情踮遮咧困？师傅啊，迄个佫唔简单哦。你去只要念真久做吼，迄大孙仔头若是掉，迄自然就会转来。大孙仔拢无想到。甲你讲别当就啦，别当就的啦。头来跳起来，一定是这心里过来塞落师傅啊！哎呦，师傅，别多念啊，是有啥物代志？若是爱情注定着分拨，我放你用爱等路，你为我用心过路。你讲别个就别个，你是咧创啥？别个啦，好啊。老三，我你两个是咧吵啥？好，那你这么好你小够干呢？因为我呢将你当上个死老朋友，你竟然抢到我女朋友！喂，你即马是讲啥？我抢你女朋友，你莫胡白讲啊！你莫搁假啊！你不是甲我讲你无该准备逃，你要甲我斗相共，讲要甲阮两个牵红线，结果呢，你骗我去找乌龙岛，你家己出来你办理事了。等下，
你拄则讲的是真实的，这个河流，我敢会水袂通。还别个加声啊啦！大孙啊，安尼看起吼，咱牵唔着红线啦。老三，那唔对咧，操！哎呦！看你要走倒去，嗨，我两个再跟你算账。好了，紧等下你家己的身躯。哎，袂呢袂呢。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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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孙啊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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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何林，你去互孙悟空拍死，本座会替你做主，害你一个公道。我辈无常，在，将伊押去王师城，等候阎王发落。是，行，大姐，哎，大姐，啊，哈哈哈哈！大圣爷，多谢你，多谢你斗三工，我才会当抓着乌鸟的这条阴魂啊！哎，奇怪，那是你甲我说多谢，应该是我甲你说多谢才对啊。你甲我说多谢？无咯，大圣爷，你甲我斗三工，但是创啊阴魂的代志啊，是阮阴死以外就会惭愧。你甲我斗三工抓着阴魂，应该我甲你说多谢才对啊！哎呦，因为哦，我要带伊倒转去哦，互伊起死回生啊。啥物？我带伊当起死回生？是啊，哎呦，因为我无一定哦失手将伊拍死啦，所以我要带伊回阳，互伊搁活倒转来啊。这件代志啊，我无可能会答应。啥？你无答应？为啥？大圣爷，人死不能复生。既然乌鸟去互你错手拍死，人都死啊，本座绝对无可能，互你带乌鸟的阴魂回阳去起死回生。哦，嘿嘿，那安尼我知影，你是毋是行伫咧阎王面头前无法度交代对无？哎呀，放心啦，放心啦，这件代志哦，我会替你伫咧阎王面头前替你解释啦，所以哦，伊绝对袂怪你的啦。大圣爷，乌鸟已经死啊，不管你什么事，都拢袂用服我。哼，这是哦阴死的规矩，我不管你甲阎王的交情偌好，这件代志啊，我绝对无可能答应你。哦，安尼讲起来，你即摆是无咧惊我哟？我本来就唔惊你，大圣爷，我也是尊重你。这代志若搁惹，大家真歹看哦。啥？我伫咧找歹看。好，我甲你讲哦，今仔日你若是要互我将狐狸的魂魄带倒转去哦，你才会找歹看啦。大圣爷，你莫互我歹做人啊！你才会互我歹做人。现在。参见观世音菩萨。妹妹，你拢退下。是。观音大师。悟空。你搁咧乱来啊？哎呦，观音大师哦，我哪有乱来啦？是我失手哦，将狐狸拍死的呢，所以我应该想办法将伊救活我，所以我才叫负责任啦。人事不能复生，这是阴司地府的规定。你哪会当为难伊呢？就算你要破咧，嘛爱先顶破玉帝。玉帝若是稳准，降玉旨到阎王殿，阎王若是答应，才会用交代因放人。哎呦，迄种手续哦，遐尔麻烦啊，我才无迄个美国时间哦去申请啦。哎，若无安尼啊，观音菩萨，无吼，我就先将狐狸哦带倒转去啦。开机哦，你院嘛无代志嘛，你就帮我去补办迄个手续啊。本座已经替你办好。哦，敢是真实的，哈哈，观音大师，你哦袂输我巴肚内面的面汤啦，我都还未讲，你就啥物代志拢想到啊。姜奎，小心在。你尽忠一守，本座真欢喜。狐狸是一个孝子，玉帝已经稳准伊回阳啊，你就放伊随悟空转去。遵法旨。多谢观世音菩萨，多谢观世音菩萨，多谢观世音菩萨。你不要死了，我以后不会跟你纠结阿头啊！我求你，你再害我起来啊！
伊这么生起来吼是死人安尼，你讲遐尼多，哪有啥物路用啦？点点啦，啊！后六诶，我心是你的人，我心做鬼，嘛要甲你做伙啦。后六诶，后六诶。可是你不是，我比我老，我救你来，可是你不是，我救你。嘿，师傅，我回来啊！哎，大水啊！你真甲乌鸟魂带回来哦，真厉害了对，厉害了对。嘿，嘿啊，就搁讲，我靠，你真正将乌鸟带回来啊？是啊。啊是伫咧倒，我哪会拢无看？哎呦，师傅啊，我都还未将伊的魂魄牵入去伊身躯内面，你的目睭当然看无啊。阿弥陀佛，悟空，既然安尼，你就赶紧施展法术，互牛起死回生啊！好。我，师傅，大主兄，那你是会晓还是袂晓啊？哎呦，你是咧学白讲啥？我当然嘛会晓啊。既然会晓，是安怎伊拢无伫咧叮当？好。好溜的啊！好溜！啦，奇怪，安尼哈。观世音菩萨，我求你，求你保庇。现在，参见观世音菩萨，你拢起来。多谢观世音菩萨。哎，观音大叔，你来甲拄啊好呢。我已经将狐狸的魂魄哦，牵入去伊身躯内面啊。为虾米伊还未活过来哈？悟空，你虽然将伊的魂魄牵入去，也毋过你的金刚棒拍碎伊的天灵卦，也未替伊好，伊当然共款袂活。对吼，我哪会无想到哈？观世音菩萨，我求你，去解救我后溜的性命好。现在，乌夫人，你虔诚拜佛，所求的代志，本座拢知影。你放心，本座会达成你的愿望。狐狸，你相信啊？阿娘，你相信啊？好溜，相信啊？你感谢观世音菩萨。多谢观世音菩萨，多谢观世音菩萨。乌夫人，你今仔日之所以会遭受这一劫，完全是因为你用乌龙刀骗人，所以才会自食其果，为着乌龙刀失去性命。本座带念你是一个好子，你的阿娘阁虔诚拜佛，所以予你阁一摆的机会。以后你的脚踏实地，重新做人。观世音菩萨，我知影我唔对，从今以后我会改过向善，重新做。乌夫人，你虔诚在精，强勇出家人，功德无量。本座就特别赐你功名，予你会当指导你的后生行上正道。多谢观世音菩萨。阿娘，我溜的，我嘛真快啊！阿娘你有快？多谢观世音菩萨，多谢观世音菩萨，多谢观世音菩萨。现在，阿弥陀佛。
情的命